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森林大比的西镇村，有一团北管叫做雅乐县，日本昭和初年来成立，即摆第三代来接手，用纸本来做记录，除了学习甲传承，嘛积极来创新。同齐搬出高中高价顶面有刻文字记录，因是森林县大比乡西镇村北管雅乐县的成员。在差不多民国10年左右，老一辈的传下来的，然后到第三代的时候就散去啊，大概无聊，无就这个改重组起来，然后就开始慢慢学啊。会当看到成员内底真侪少年仔，有年岁较大，其实因囡仔时阁对第二代学过，嘛有真侪做田人，那新的一代有认为是布袋戏的工作者。学了就是讲，不如咱来做一下北管，就一直安尼一直招入就有人，咱就去庙留个。另外，雅乐县的练习嘛结合庄头内底男友妈妈布袋戏团，进前伊嘛要和布袋戏的歌戏同时合作办身，挑战上新的表演方式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